这几天中秋连假拢是好天哦，正热闹的天气。这里是有民众赛车去中华王宫海岸，煞无注意到海潮，去钓地伫载蚵仔的车道。海巡人员透过 AI 监控时发现，马上就甲业者去现场抢救。蚵仔车北区往前受困的车，6个海巡人员已经咧台兵。中华丰原王宫海岸线中秋连假庆真济游客，暗过有人无熟悉退路，赛车受困伫福部蚵仔道，海巡人员透过环岛地飞行化者监控系统发现，马上展开救援。倒用起，个拄卡里面，插在顶啊。他另外那边有吗？有，那边嘛。海巡署开4.8个规划环岛地飞行化者监控系统，有红外线者现象架，高清科技讲摄影机组应清晰离海岸3公里的真车船目标，并且进入1公里范围内目标外观。300公尺以内应并且细部资讯，亲像船顶人员动态真相。海巡中部分署第3安全队就是借这系统马上发现，请蚵仔车业者到场来拖，各用人力来杀协助脱困。本所立即派遣人员前往现场处置，并协调当地友好客车业者，以客车拖带车辆方式及人力辅助推行，顺利协助车辆脱困开返岸际。科技巡逻是正成功，海巡也呼吁民众随七途进前了解各县市海域状况，或者是下载海洋资讯平台 App， 确保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